對好多超過60歲嘅人嚟講，咖啡唔只係一個早晨嘅習慣，佢係生活嘅一部分。但係呢度有一個令人震驚嘅事實，同樣嘅一杯咖啡，要麼消耗你嘅體能，要麼幫助你比昂貴嘅補充品更快咁重建佢。60歲之後，你嘅身體每10年會流失高達8%嘅肌肉，增加跌倒與疲憊嘅風險。然而，當你將咖啡與正確嘅天然粉劑混合時，佢就會變成真正嘅良藥。研究顯示，呢啲簡單嘅成分可以將炎症降低高達45%，將血液循環改善超過30%，並讓65歲以上成年人嘅肌力提升逾41%。呢啲唔係稀奇或昂貴嘅營養品，佢哋係你幾乎喺任何雜貨店都能揾到嘅天然粉末。今日嘅影片中，我將分享8種經過驗證可以加入你咖啡中嘅粉末。從第8名倒數到第1名，千萬別錯過第4名。有研究發現，佢能夠長者嘅行動力提升超過40%。喺我哋開始之前，請話俾我聽你幾歲，以及你從邊度收睇。我會閱讀每一則留言。第一種係肉桂。多數人以為肉桂只係甜點或者蘋果派嘅香料，但係當你喺晨間咖啡中加入一點點時，佢就成為你肌肉同精力嘅秘密武器。呢種芬芳嘅香料唔止增添風味，仲有助於對抗發炎反應，促進血流，並讓血糖維持穩定。呢個喺60歲之後尤其關鍵，因為嗰時體能與肌力上開始下滑。血糖不穩會悄悄耗損你嘅活力，削弱肌肉，比保持活動變得困難。以68歲嘅約翰為例，佢總喺午餐之後感到精疲力竭，連爬樓梯都吃力。佢嘅妻子建議喺咖啡裡面加啲肉桂，儘管佢半信半疑，仍然一試。幾週內，佢整個下晝嘅精神更穩定，雙腿感覺更有力。血糖亦都下降咗將近20點，林強醫生都驚呆咗，全都嚟自每日1茶匙嘅肉桂。科學解釋咗點解有效。肉桂有助於避免大嘅血糖飆升，否則身體會釋放過多胰島素，呢個循環會讓肌肉疲憊並拖慢恢復。透過平滑呢啲波動，肌肉能夠獲得穩定能量並更容易修復。每日朝早喺咖啡加入半茶匙肉桂就能見效。選擇石蘭肉桂、真肉桂對身體更溫和。同含糖奶精或者風味糖漿唔同，肉桂唔會增加熱量或者糖分，只為新陳代謝、力量與活力提供自然支援。第二種係可可，你亦許會意外，做熱巧克力嘅可可粉，加入晨間咖啡之後，其實能夠成為強大嘅健康助推器。使用純嘅無糖嘅可可，而非含糖混合物，佢會把你嘅咖啡轉化為支持肌肉與循環嘅飲品。可可富含黃烷醇，呢種天然化合物能夠改善血流、舒緩發炎並加快肌肉修復。對長者尤其重要，因為隨住年齡增長，血液循環會放慢，較少嘅氧氣與營養能到達肌肉，使之疲倦、僵硬且無力。以72歲嘅艾芙琳為例，佢熱愛晨走，卻發現自己越走越慢，越來越累。佢嘅孫子建議喺咖啡中加1茶匙可可粉，幾週內便見改變。佢覺得雙腿更輕盈，耐力提升，血壓亦都下降。林強醫生好驚訝，原因在於可可中嘅黃烷醇有助於血管放鬆同擴張，提升氧氣運送到肌肉。同咖啡天然咖啡因結合，可可形成完美平衡咖啡因，俾你動能。可可強化循環，讓肌肉表現更好，恢復更快。要獲得最大益處，使用無糖天然可可粉，而非含糖沖泡包。只要攪入1茶匙，就能帶來濃郁滑順嘅風味。同時把日常一杯變成強健身體、
提升活力嘅簡單又實惠嘅方法。第三種係椰子油或係 MCT 油，喺咖啡裏邊加油，聽起嚟或許特別，但喺亞洲好多地方，呢個已係流行數十年嘅日常儀式，尤其係用嚟保持敏銳、活躍且精力充沛嘅銀髮族。椰子油同中鏈三酸甘油酯 MCT 唔似會讓人沉重嘅常見脂肪，佢哋好快被轉換成酮體，成為大腦同肌肉功能嘅乾淨穩定能源，意味住更少崩盤、更加專注與更持久嘅力量。69歲嘅退休人士哈羅德，過去常喺上午中段感到發抖與疲倦，會靠含糖零食撐過去。兒子建議佢喺咖啡中加一茶匙 MCT 油。一週內，哈羅德發現體力穩定到午餐，渴望消失。2個月後，喺未特別節食下減重7磅。佢話彷彿身體又被喚醒。原理係 MCT 省去緩慢嘅消化流程，直接進入肝臟，被轉化為酮體身體可即刻使用嘅能量。對長者尤為有利，因為隨年齡增長，新陳代謝放緩，細胞更難有效利用葡萄糖。MCT 提供更乾淨可靠嘅燃料，同時支持肌力與腦部清晰。開始時好，每日朝早喺咖啡裏邊拌入一茶匙椰子油或者 MCT 油，帶嚟順滑、近似奶油嘅口感同幾數鐘頭穩定能量。持續落去，你會感到較少能量下滑、更清晰思考與更強壯嘅肌肉。呢一切都嚟自一個簡單自然嘅晨間增益。第四種係牛奶或豆漿。也許你唔係太在意倒進咖啡嘅係乜嘢，但加入牛奶或豆漿能徹底改變身體從嗰杯日常飲品獲得嘅益處。對長輩而言，呢個小習慣可讓咖啡從提神飲料變成真正嘅增肌飲品。60歲後，身體更快失去肌肉、肌少症，而對抗佢嘅最佳方式之一係喺一日較早時段，當身體最需要時補充高品質蛋白。牛奶係天然且完整嘅蛋白來源之一，提供肌肉修復與生長所需嘅所有必需氨基酸，其中關鍵嘅亮氨酸能直接啟動肌肉合成，就好似撥動俾我哋變強嘅開關。豆漿則係極佳嘅植物性替代，同樣富含蛋白，並含有支持骨骼強度與心臟健康嘅異黃酮，兩者喺高齡更重要。72歲嘅多洛雷斯多年嚟都飲黑咖啡，佢嘅女護士建議改加豆漿，佢不以為意，但係幾個月之後覺得手臂更有力，體力更持久，甚至下一次檢查骨密度亦都改善咗，小改變，大差異。半杯牛奶或者係豆漿就能夠增加大概4到6克蛋白質，足以幫助放緩肌肉流失並且支撐骨骼。若對乳製品敏感，冇乳糖或者強化型豆漿一樣合適，選擇添加鈣同維生素 D 嘅版本更佳。呢個係簡單健康嘅升級，讓你嘅身體一杯接一杯地維持強韌。第5種係膠原蛋白。多數人聽到膠原蛋白就諗到美容或保養，但對超過60歲嘅人嚟講，佢關乎強壯、靈活、少疼痛。膠原蛋白好比將全身穿合埋一齊嘅基礎材質，支撐肌肉、緩衝關節、強化骨骼，讓結締組織保持彈性。問題在於60歲後，體內自然生成嘅膠原蛋白每年約下降1%，時間一耐就累積成關節僵硬、肌肉酸痛，甚至連輕度活動後亦都恢復較慢。呢個就係點解喺咖啡中加入膠原蛋白粉會係遊戲規則嘅改變者。以70歲熱愛園藝嘅羅伯特為例，佢因膝蓋同下背疼痛而畏懼夏天，彎腰種植或拔草都會痛好幾日。女兒建議佢喺晨咖啡中加一匙膠原蛋白粉，佢想無妨一試。
結果幾個月內便出現明顯改善，關節更放鬆，膝蓋唔咁痛，終於能無痛跪地，園藝重拾樂趣，甚至每日晚間能夠牽狗走更遠，呢個係多年未有嘅。背後機制好紮實，膠原蛋白提供甘氨酸、脯氨酸、匿脯氨酸等關鍵氨基酸，身體用佢哋嚟重建與修補結締組織，支撐肌肉、肌腱與關節結構，比你更自如咁活動。把膠原蛋白同熱咖啡混合能加速溶解，而咖啡因仲能夠改善循環，比營養更快抵達需要之處。研究顯示，使用者常喺短短幾週就回報關節僵硬減輕，肌肉恢復更快，靈活度提升。此外，每勺膠原蛋白粉仲能夠額外提供約10克優質蛋白，且唔改變咖啡風味，口感滑順，易於混合，完美融入日常。與其再吞止痛藥，不如將晨咖啡變成支持肌肉與關節嘅儀式，簡單而有力，幫助任何年齡都保持強壯、靈活、活躍。第6種係乳清蛋白，好多人以為乳清蛋白只係俾年輕運動員或健美者，但係事實恰好相反。60歲後，身體比以往更需要蛋白，唔係要暴增肌，而係為咗維持現有肌肉。隨住年齡增長，肌肉對蛋白嘅反應變差，合成代謝阻抗，代表身體唔再好似從前咁樣有效利用蛋白，因此需要更高品質嘅來源嚟維持力量、平衡與獨立。乳清蛋白係最完整、最容易吸收嘅蛋白形式之一，富含必需氨基酸，尤其亮氨酸，好似係重新打開肌肉建構嘅開關，話俾身體係時候修復與成長。研究者發現，把乳清蛋白納入飲食嘅長者同未補充者相比，精實肌肉可多增長高達38%。不僅如此，佢哋仲展現更好嘅平衡、更快嘅步速與更佳嘅整體體能。呢啲唔係小改變，往往就係從虛弱不穩到每日都自信有力嘅分水嶺。67歲嘅退休老師海倫曾經感覺力氣喺流失，拎菜就喘，手腳發軟不穩。兒子建議佢喺晨咖啡中加一勺無味乳清蛋白，起初感覺奇怪，但佢仍然嘗試。短短幾週，佢注意到手臂更結實，雙腿更穩，精神維持一整天，晨走亦更輕鬆，全來自日常嘅一個小改動。最棒嘅係，乳清好容易拌入咖啡，若果使用乳清分離蛋白，無糖無粉感，正好喺身體最需要嘅清晨提供乾淨營養。當肌肉經歷夜間空腹，一勺乳清喺咖啡裏邊，正係佢哋重建與維持所渴望嘅，簡單、實惠、成效驚人。所以下回沖咖啡，唔好只係將佢當提神，而係將佢視為日常嘅肌肉後盾，讓你保持活躍、穩固、充滿活力嘅偽裝。第7種係奇亞籽，佢哋好細，幾乎無味，卻係可加入晨咖啡中最強悍嘅超級食物之一。特別係60歲之後，別被體積 mark 咗。呢啲細籽富含能夠從內而外改變感受嘅營養。奇亞籽提供絕佳嘅纖維、植物性蛋白與 Omega-3 脂肪酸組合，正係肌肉、關節與大腦喺高齡時保持強健與敏銳所需。若先將佢哋磨碎，再加入咖啡，就能夠解鎖全部潛能，讓身體吸收每一分好處。長者嘅一大挑戰係維持體力與消化，而呢個正係奇亞籽大放異彩之處。豐富嘅纖維讓腸道順暢，幫助體重管理，並有助平衡血糖。此外，Omega-3 能降低發炎，呢個常係關節僵硬與肌肉酸痛嘅根源。同時滋養細胞，支持心臟，甚至可能改善記憶與專注，全來自一次幾乎嘗不出嘅種子。70歲嘅祖父喬治曾經長期受疲勞、腹部脂肪與遲緩消化所苦，清晨常感到透支。
彎腰或狗走等簡單活動都俾佢僵硬不適。當佢開始喺晨咖啡裏邊加入一茶匙研磨奇亞籽，一切開始改變。幾架內佢覺得胃更輕鬆，精力持久，關節活動更自如，腰圍亦都縮咗。佢話終於又有活過來嘅感覺，全靠呢個微小嘅日常習慣。想獲得最大益處，請先磨碎。完整種子可能不易完全分解，而磨碎後營養釋放更充分。攪入1至2茶匙到熱咖啡中，能帶嚟滑順、略帶堅果嘅口感，且完美融合。呢個係簡單、實惠且唔改變風味嘅升級，卻能帶嚟巨大健康助力。對想以自然方式支持肌肉、關節與消化嘅長者而言，奇亞咖啡係簡單嘅秘密武器，證明有時最細嘅嘢能創造最大嘅差異。第8種係薑黃加黑胡椒。令人驚訝嘅係，兩種簡單香料薑黃與黑胡椒，竟能握有60歲後依然感覺年輕、強壯與有活力嘅秘訣。薑黃嘅活性成分薑黃素係天然界最強嘅抗發炎物質之一，有助於平息關節疼痛、肌肉僵硬與動脈老化背後嘅炎症。但係單靠薑黃素不易被吸收，呢個正係黑胡椒登場之處。其中嘅胡椒鹼能夠把吸收率提升至數十倍以上，把晨咖啡化為天然嘅抗老飲品。只要半茶匙薑黃加1小撮黑胡椒，攪入熱咖啡，就能夠創造奇效。熱度能夠活化薑黃素，幫助佢進入血液循環，緩解發炎、保護心臟並支援肌肉與關節。長期堅持呢個小儀式能俾你活動更自如，恢復更迅速，每日都更輕盈。73歲嘅聰因膝痛被迫放下園藝，把薑黃加黑胡椒加入晨咖啡後，僵硬感退去，精力返嚟，好快就無痛重返花園。呢一組黃金拍檔唔只係健康訣竅，更提醒我哋變老不必等於放慢腳步，有咗正確習慣，身體仍能夠療癒、重建茁壯。所以聽朝喺咖啡裏面撒啲薑黃同黑胡椒，俾身體一份恢復力同活力嘅禮物，就咁樣簡單卻強大。邊個能夠諗到喺晨咖啡中加入一啲少少嘅粉末，竟能帶嚟咁大嘅改變？不論係增進體力、保護關節，定係重建肌肉，呢啲天然成分都證明，變老唔代表得放慢步伐，你嘅身體仍有驚人嘅潛力得以修復、恢復並變得更強，只需要給予正確嘅燃料。若呢支影片讓你有所啟發或燃起希望，別停喺度。呢個頻道上仲有好多簡單、具科學依據嘅方法，幫你再次感覺年輕與充滿活力，都喺度等你探索。務必訂閱、開啟鈴鐺並觀看下一支影片，因為每一杯、每一次選擇、每一個新嘅一日，都係重拾力量，活出應得人生嘅機會。保持健康，保持希望，我哋下支影片見。如果你覺得呢一支影片有幫助，請幫手點讚。呢個對我哋嘅頻道真係好有幫助，亦都冇忘訂閱並打開通知小鈴鐺，咁樣就唔會錯過未來任何影片。我好想聽聽你嘅諗法，請喺下方留言話俾我聽你嘅睇法。感謝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。